国姓乡的石门社区发展协会甲佛寺东方净苑做伙来办活动，白素粽7200粒，送予南投甲中华独居的老大人，要予因嘛会当过一个快乐的肉粽节。 5日7要到啊，国姓乡石门社区发展协会结合东方净苑发起白粽的活动，希望讲关怀南投县甲中华县的独居老人。仁爱乡，然后乃至于彰化、草屯、国姓、彰化这边一起来跟这些独居老人一起来结缘。 社会理事长希望讲集合大家爱心，透过白满愿粽的活动，和大家累积功德，让所有的长辈都可以感受这个满满的爱，分送给中部地区弱势的咱的乡亲。 我感觉这个是可以起的抛砖引玉的一个效果。民意代表拢来响应这个有意义的活动，和弱势民众感受到国家的关怀。观众朋友，有一件事情不知道你们做了吗？那就是赶快来订阅我们的 CH52华视的频道，而且记得哦，一定要帮我们分享、按赞，还要开启小铃铛。